錯啊，很方便，可以讓小朋友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然後放電這樣。這邊的話教玩具很多，然後可以讓小朋友嘗試不一樣的發展，有大肢體的，也有小動作的，對啊。那其他親子館其實每一個都還不錯，都有他們的特色主題。覺得這裡就是蠻特色的，因為這邊是以那個園藝為主題嘛，那蠻多就是其他親子館沒有看到的玩具，木頭的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玩具這樣子。我想親子館呢，對我們呢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空間的意義，它其實代表着家裡面不一樣的人對於孩子之間互動的一個大的環境跟可能性。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新的一代在照顧孩子的全家投入的過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整個親子館給我們的精神就是全家，甚至阿公阿嬤、姨姨伯伯都會當台家族，咱做伙來期待囡仔在足豐富的環境內底，會當有足好的挑戰，有足好的學習，個足好。不港人甲伊鬥陣的互動。2012年的時候，其實在大港地區登革熱非常的嚴峻，那所以在這附近很多的居民就開始種所謂的香草，所以我們北區親子館其實就用在地的居民，而且香草的部分以這個自然的為主要的主軸，那再加上園藝的本身，讓孩子吸引的五感的部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而且從香草的部分也可以入自己的一個料理。我們從北區親子館的一些親子廚房的部分，也可以都做這樣的一個相關活動，都引起親子之間非常熱絡的一個熱烈的反應跟回響。所以我們在北區親子館是我們在地以園藝為特色的一個親子悠遊館。它這個活動中心的建築物哈，它很特別，就是1樓我們大合里在用的，就是辦一些公益活動啊哈，而且大型的。那2樓是日照，現在日照哈嘛是應該是講哈，咱的長照3.0嘛哈，很應付哈咱現在的需求嘛，因為都是老子化嘛。那親子館也很特別，啟發小孩子的他的那個應該啟蒙啦哈，因為他還沒開幕之前，他們都在我們樓下哈。我看在眼裡就覺得，這個親子館是真的是我們現在很迫切需要的哈，因為較早攏是一種阿嬤顧孫，因為生較少嘛哈，家長來顧這囡仔，他們一起遊戲，我是覺得這個很好。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2、1，北區親子悠遊館溫馨開幕。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哈，可以一起到我們北區大合里成立我們親子悠遊館，那也是我們全市第13處的親子悠遊館。非常謝謝我們台南市議會的議員的幫忙跟協助，讓我們的政策呢可以一直的推动下去，來成就我們青年家庭減少負擔，而且呢可以受到政府政策的這個幫忙，讓他的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空間來活動。在辦理親子悠遊館的過程，包括設計還有委辦，我們給這個昆山科大莊副校長他們的團隊來接手各個設計的項目跟課程的安排，我想是最適合我們台南市的市民。北區的大合里的這個親子悠遊館已經開幕了，歡迎我們的家長、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一起來。另外是阮家歡收看12月12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市府都發局近年來配合中央積極甲民間合作，用都市更新的方式來推動公有土地活化，並透過公辦多間無償處理社會主體甲托嬰中心等社會福利設施。根據統計，到114年底，因為公辦多間所處理的社會主體大約1200戶，估算為市庫節省200億。市府都發局114年度重要的施政成果，日前佇個市府來發表，
其中透過公辦途徑，佇個仁德二空新村的 A 區，甲着永康正中二村等兩案，取得移居仁愛，甲着移居成功社會主體，而且已經完工來入住。另外，還有濟業來動工，到114年底，公辦途徑取得社會主體大約有1281戶。另外，會用取得周邊公設用地有7.75公頃，以及完成公設的開闢，總計會用為市庫來省下200億。公辦都跟取得社宅案是咱台南市第一個推動的吼，當時咱咧推動的過程當中嘛，足儕委員持負面的想法啦吼，講這哪有可能做到吼，阮咱的例嘛做出來啊，嘛已經成功啊，嘛足儕人贊同吼，講通過安尼的方式吼，管咱公辦都跟幫咱台南討省200億啊。剛才經費就省討200億，這個方互大家當看出講，這個方法，所以講足儕縣市政府攏來咱遮問講，咱是安怎做，安怎去行吼，包括阮的專委楊家明嘛，時常出去外口講去各縣市幫人分享咱的經驗，通過安尼咱的取得以外，嘛方便出的社宅以外，咱嘛閣用通過，因為年輕人的需求足大吼，所以除了社宅以外，伊嘛愛足儕租屋補貼啦吼，迄個包租代管，還是講伊的修繕的部分吼，所以目前租屋補貼的部分已經達到9萬多件了吼，9萬多件，這個部分嘛會持續來行啦吼。另外為降低市民大額負擔，保障大額權益，都發局透過主體補貼、包租代管等，佇個114年動用300億。擴大租金的補貼專案，到今年11月24日受理申請的就有9萬多件。另外，還有自購計劃、貸款、甲着修繕等。目前一檔才只有200件來申請，提供少年人知影，還有利息的補貼，希望會用減輕負擔。台南新聞林盈根採訪報道。台南市進行一度公益節友的宗教團體表揚大會，11號佇正統羅里門聖母廟舉行，市長委託親自到場頒獎，表揚全市59間得獎的宗教團體，場面溫馨。雖然各宗教教義經典或是儀式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攏積極重視公益自身甲社會事業。114年，台南市宗教團體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的節友表揚大會，市長委託嘛親自到場一一頒獎。尤其是今年連續受到地震、風颱甲豪雨衝擊，都因為有宗教團體慈悲為懷精神，出錢出力來投入，互災後重建早一天完成。宗教勸人為善，除了互咱的百姓求心靈上的這個平靜以外，嘛會當對着社會公益秉持着咱的新奇這個慈悲為懷宗教這個慈悲心來幫助社會弱勢的人，還是受災的災民。這點呢非常非常感恩，所以今日借這個機會，再次代表咱186萬市民朋友，感謝咱的宗教團體。今年除了接受表揚的99間宗教團體，節友的各區域嘛有區長等代表來接受市長表揚，同時內政部宗教禮節司長林進樂嘛到場見證祝賀。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在當即刻的在地店藍天宮17年5條吉安清醮對頂個月徛頂閣12月初起鼓舉行一連串科儀醮典，在迄暗時盛大舉辦普渡，整個廟前對公學路到大港大道，總共6大普渡場，安排幾百道，場面相當壯觀熱鬧。12殿藍天宮以4年科5條吉安建醮大典，對12月7號起鼓舉行一連串的科儀醮典，到進表敬拜上香，在號下午舉行建醮的普渡，對廟前公學路一直延伸到大港大道，有路主會、大主會、二主會到五主會，以及大主譜甲各有宮的占卜，場面熱鬧壯觀。10月當這一間醮裝頭非常的熱熱，氣氛非常好，人夠濟啦。迄從下晡落人山人海，到下昏閣有
幾乎辦桌來請伊的親朋戚友的足濟，所以規個廟前大通包括按這個光華路到台江大道這條25米的涵箱頂懸3個主的底下，也是人山人海。所以這借着科儀建醮，要來普渡祈福，要來祈求闔家平安，家家戶戶當出入，當平安順遂，當大賺錢。所以這是做醮上界重要。當然做醮嘛借這個機會，互咱人甲人中間的互動，親戚朋友的年紀會當更加黏做伙，互廟宇會當更加興旺、神威廣大，會當來保境護民。這是阮做醮上界重要的科儀，上界重要的目的。12殿南天宮的主委吳順德表示，12當一科是12殿人的期待，借由建醮科儀，除了祈求闔家平安，另外暗示家家戶戶的平安宴，更加是凝聚人甲人以及咧親情之間的互動連結。現場除了有藝歌、火車的表演，另外嘛有街頭藝人的演出，整個普渡甲咧平安宴是鬧熱滾滾。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有一群素人畫家透過粉彩、水墨、陶藝等多元媒材創作所呈現的台港公民美展，今年邁入第4回展覽，12號在摩爾摩沙遊艇酒店的小廳再次開展，會中展出62幅的作品。老中青三代學員用因的感動畫出生活地景的故事，要大家看見台港的水，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前往觀賞。一幅一幅來自台港素人畫家所創作的粉彩畫，不管是無基礎第一擺學習，或者是當年投入畫作特當參加的學員，無同的背景，老中青三代攏有。因透過藝術來記錄家己的故鄉，展現對台港的觀察加情感，嘛希望用家己的感動來感動別人。畫一張圖出來，袂是講足快樂的安尼吼，安尼作品有做出來，安尼就對啦。常常我就是會在走路的時候啊，或者呢，如果看到自己有感動的，我就會自動把它拍下，我就會把它拍下來。它可以透過這樣的一些不同的顏色的堆疊，可以產生有這樣的感覺。看到這一張，我會覺得那種夕陽的感覺很棒。今天這個展其實就是這個精神它天然講咱在地化的這個創作，其實嘛是一個會當講甲世界分享的這個創作。學員精彩畫作嘛，因為有福爾摩沙遊艇酒店特當的支持，有了美好展覽的空間，成為文化教育交流真好的平台，嘛互成為海外主題董事長謝文祥有深刻的體驗。毋過真咧看到這個畫，互我回憶到做囡仔時代啊，所以的時陣就對啦，我會當來參與到這個畫展的時陣就對啦，吼是真正的時陣真榮幸。對台港見證200檔公民美展開始，台南社區大學台港分校嘛持續感受政府、民間企業以及社群共同營造公民文化精神，邀請大家把機會到明年3月1號進前前來觀賞。第4回台江公民美展，歡迎大家來台港。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為何弱勢家友感受聖誕節的溫馨？立委林俊憲議員蔡麗清發起號召，為家友募集物資的行動以後，得到真濟愛心團體甲店家響應。24號聖誕暝特別將愛心發送給家友，讓因感受到社會溫暖甲關心。立委林俊憲議員蔡麗清持續多年關懷家友。將在12月27日聖誕夜當晚，
在咧北門路二段150號頭前辦理聖誕夜家友關懷活動。活動得到真儕愛心商家熱情參與，有餐飲業者、飲料連鎖以及餐慶品牌共同響應，並會在現場料理姜母鴨，希望在冷冷的冬天，讓弱勢朋友感受到暖暖的社會關懷。其實每一年到了12月，其實台灣天氣就開始變冷，而且又適逢這個聖誕月，就是一個很溫暖溫馨的季節。但是在我們社會上，在我們的馬路上，其實還有一群人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就是我們的街友哈。所以我們從幾年前我們就來發起說，在這個聖誕節募集社會大眾的愛心，然後來捐贈給我們的關懷我們的街友們，讓他們可以在大家的愛心之下度過一個溫暖的寒冬。那其實這幾年辦下來，反應相當的踴躍，像我們今年的活動，昨天呢一公布時間，其實就已經有10幾個愛心單位來加入，包括有要去煮薑母鴨的，然後有便當的飲料，那甚至呢已經有情趣公司要送每個人一件毛毯，有發熱衣啊。那我們也希望大家繼續踴躍的來捐贈啊，我們還需要一些毛帽啊、手套、襪子，然後甚至外套。我們希望呢，可以讓他們度過一個很溫馨的季節，尤其是在聖誕夜有一個收到禮物的感覺，讓他們感受到社會大眾的愛心。家友關懷活動資訊，在咧11號打公布，馬上就有10多間熱心商家大力響應。蔡立青熱情歡迎想要響應這項溫暖行動的朋友，會當向蔡立青服務處聯絡，做伙關懷社會弱勢角落。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因應全球能源轉型加減碳潮流，商業發展研究院在2號佇台南舉辦智慧氫能運具的論壇，邀請3館學研等各界精英來交流座談，希望對台南城市低碳交通改善盡一份心力。商業研究院副院長張黃珍表示，全球淨零轉型加速推動，氫能被視為下一世代能源支柱，並逐漸邁向商業化。台灣在小型系統整合與智慧化技術具有優勢，包含 CCS 封存、CO2 利用與智慧監控等，皆已具成果。商研院也導入 DDS 智慧監控技術，協助企業邁向低碳交通。這次特別在台南辦理智慧氫能運具論壇，希望讓社會各界了解台灣氫能目前的技術成熟度以及未來發展的目標。我們商研院在台南辦理氫能運具未來趨勢論壇啊，主要的部分就是希望說能夠借由這個論壇，能夠讓社會各界了解目前台灣在氫能運具方面目前的技術的成熟度。那同時呢，我們也要來讓大家了解，我們商業發展研究院在許天才董事長的領導之下呢，在掌握未來技術的關鍵跟市場商業化的一個重要性哈，所以我們也協助台灣目前唯一哈有進行相關氫能巴士的氫股公司導入 DDS。就是用智慧性的導入到我們的氫能巴士，讓氫能運具、氫能巴士未來在運行的時候能夠更智慧化，能夠更安全，也成為未來要接軌國際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論壇特別邀請高雄市區公車聯合管理委員會陳可培主任委員、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軍民通用中心李德修組長、台灣中油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顏子祥專案經理，以及氫股動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英豪，共同就氫能基礎設施、城市低碳交通與氫能載具應用等議題展開交流。商研院常年致力於商業技術與前瞻性研究，協助企業加速升級轉型。全球目前對零碳的公共運輸需求持續攀升，氫能運具技術愈發成熟，可積極商轉應用。透過不同規格與商業模式設計，讓產業能夠分階段導入氫能載具。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在家人馬年當天，敢有啥物特別？用鏡頭帶來一撮隆重的旅行，包括來辦口感參詳內愛豆豉，以及在地礦坑文化等等，深度來體驗馬年的農業甲歷史風貌。用力一拉，白色的豆薯從土裡冒出來。綠竹園3屬農場民眾正體驗採挖豆薯的樂趣，這種口感像水梨的作物，讓許多人大開眼界。第一次挖這個植物，這個農專題很有趣，然後覺得可以讓
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來體驗這個有趣的一個活動。超喜歡大自然，然後自己可以親自體驗，然後覺得非常開心，很療癒。豆薯嘛，種下去要2、3年、3、4年才會長那個大的豆薯，這麼大啊，一顆10幾斤。哇塞！那個是要洗一洗哈乾燥乾的就變成太白粉。哦。你那個這個是比假如說做好曬乾啊，假如有發燒。就是趕快拿一點那個泡那個開水這樣吃下去就好，就不用打針了。豆薯，比如說你可以去醃醋醃糖。採完豆薯，農場主人陳俊龍帶領大家動手制作傳統的龍鳳腿，將新鮮的豆薯變成美味料理。龍鳳腿這個其實我們是為了找出它的一個過去的一個傳統的記憶，那還有一個是傳統的文化。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現在人都不知道，是在各種農作物裡面，我們都可以用這樣運用的方式去達到我們想要做的食農教育的成果。帶小朋友來這裡很特別，就體驗大自然，然後做一些體驗的活動。就是平常在城市就是很多人這邊就很放鬆，很好玩。好玩嗎？好玩。食農體驗結束，馬上帶民眾了解馬林地區的歷史文化。馬林過去是煤礦產業聚落，馬西社區發展協會將礦工文化轉化成旅遊體驗，讓遊客親手制作小礦車。很高興就是來跟他們分享這個小礦車，也分享到我自己的喜悅。我回社區就一直在做我們礦業文化的一些推展，然後把礦工辛勞的那一面轉化成礦業小旅行，還是今年真的是達到爆發的一年。從田園到餐桌，從歷史到手作，馬林東遊食農體驗，讓遊客用雙手感受在地文化與自然風土，帶回滿滿的回憶與收穫。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台北市代表之一的小巨蛋已經滿20歲，為了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市府特別舉辦慶生會，不止回憶過去大家共同的經歷，市長蔣萬安更宣布這大禮，包括兒童樂園、貓空纜車等等，都有半價折扣。請切蛋糕。祝福台北小巨蛋20週年生日快樂！用由兵工退役滑冰鞋所制作的專屬紀念刀切下蛋糕，台北市長蔣萬安與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趙少蓮、台北市財政局長胡小蘭、體育局長游竹平、極光傳播局長於翔等人共同歡慶台北小巨蛋20歲生日快樂。前身是市立棒球場的台北小巨蛋，在2005年正式啟用。首場演出是張學友的《雪狼湖》音樂劇。20年來，已經舉辦超過2700場國際賽事展演與演唱會，累計吸引2100萬人次。從聽奧、世大運到 NBA 台北站等重大賽事，到無數精彩演唱會，為許多市民留下珍貴的青春回憶。它的前身是台北市立棒球場。台北市立棒球場也承載了很多我念書時候的回憶。當時許多的職棒賽事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辦，我也都和同學到場觀賽。而小巨蛋啟用之後，我們今天所在的冰上樂園，也是當時第一個對外開放，也是台灣第一個符合國際標準，也可以舉辦冬季奧運的標準溜冰場，所以我們有這麼好的場域，我們也在20年來發揮了最大的效益。我們剛看到影片，舉辦了無數大家喜愛歌手表演團體的演出，還有迎來許多的國際賽事，包括舉辦聽奧，包括世大運、世壯運、NBA 台北站等等，有許許多多精彩的回顧，也讓大家有很多青春的回憶。即將在12月底第4度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宇宙人也出席慶生會，肯定台北小巨蛋成為許多音樂人圓夢的舞台。小巨蛋對我們音樂人來說，不會只是一個舞台，還是一個把夢想變成現實的地方。
那剛好這個月20號，這是我們第4次來小巨蛋開演唱會。那今天來參加活動，感覺也是明明對我們這個演唱會有一個加持，剛好都是20。歡慶小巨蛋20歲生日，蔣萬安也宣布一系列優惠措施。首先是小巨蛋最受歡迎的設施冰上樂園，即日起到本月底，平日門票全面半價。另外，由北捷公司營運的台北市立兒童新樂園以及貓空纜車也同步加入慶生活動，從12月3號開始，一直到12月5號，為期3天。這2大設施的票價也通通推出半價優惠。想要溜冰、搭貓纜或玩樂園的朋友，記得把握這波難得的半價機會。到年底，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歡慶小巨蛋的生日，以及迎接聖誕佳節，所以我們冰上樂園平日半價，歡迎大家共襄盛舉。另外，遊憩公司所擁有包括兒童新樂園，還有貓纜，我們也為了歡慶生日，為期3天，也是半價。我們希望讓大家一起共同見證這重要的時刻。蔣萬安也預告，小巨蛋接下來幾個月行程滿檔，包括韓國女團 Baby Monster、韓流天王 Rain 以及台語天後江蕙、歌手魏如萱等重量級卡司，都將陸續在小巨蛋舉辦演唱會。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興奮，很多售票的資訊一出來，票都是秒殺，所以我們很期待小巨蛋在接下來能夠帶給所有市民朋友更多大家喜愛的表演，帶給大家更好的體驗。北市府期盼透過這一次的台北小巨蛋20週年慶優惠活動，能夠讓更多市民朋友感受到這座城市地標的活力與熱情，共同邁向下一個里程。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感謝收看12月12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1、2、3、4、5、6、7、8。1、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我不要得腸病毒，完全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玩，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